9月第3礼拜是全国古迹日，中华县文化局今年以中华妈祖信仰做主题举办系列活动，其中文史讲堂邀请文史工作者温宗涵，对文化资产保存危害角度来探讨妈祖信仰，希望民众除了拜拜，更当知影民俗信仰当中的文化价值。中部地区会使讲是台湾妈祖信仰的重镇。统计到2020年底，中华甲台中登录的民俗文化资产计共有15笔，其中专门属于妈祖信仰的仪式就12笔。今年的全国古迹日活动，中华县文化局就邀请文史工作者温宗涵，为文化资产保存危害角度来探讨中华的妈祖信仰。咱台湾的伫2005年开始嘛配合着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策动着无形文化资产。这个部分呢，咱本港进香也是讲妈祖婆的信仰文化呢，这拢是伫属于目前的无形文化资产内底的这个民俗文化资产。南庙宫往本港进香是清代台湾规模上大的进香活动，起王炉、祭桥买路、撩溪这些仪式，拢真有地方特色。更有健全的妈祖会信仰组织，是较有代表性的妈祖活动之一。这妈祖的南庙宫是中华足有名的所在嘛是阮足重要的文化资产即季有这足好的演讲，所以我就特别为台北来参加安尼。真个少年有可能往别个所在去参加希望少年会使回来参加有历史介久的中华妈的这个进香的保存。温宗涵表示，民俗其实就是咱的日常生活，希望透过演讲分享，让大家知影民间信仰的历史背景、民俗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各界拢有文化资产保存的概念。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